大家好，我係 Icy 啊。咁最近期嘅樓市咧都活躍翻唔少，咁所以咧我哋嘅上片速度咧都稍為慢咗啲，希望各位觀眾都唔好介意啊。咁最近期嘅一手成交咧，由10月1號至到10月12號咧，總成交金額咧係達到72億港元㗎。咁當中咧係涉及咗有606宗嘅一手買賣。咁而咧西半山嘅天宇咧就較為矚目，佢嘅4房特色樓層單位咧最終係成交咗1.06億港元㗎。而位於北角嘅海旋，佢哋嘅4房單位咧，亦都係成交咗7016萬。咁我今日咧就嚟到位於元朗嘅 YOHO Hub。咁其實呢一個屋苑咧喺今年年頭咧已經開賣㗎啦。當時嘅尺價咧大約係14000幾蚊一尺，去到至今咧呢個盤咧只係剩翻6個分層單位，而佢哋嘅尺價咧都已經要去到17000幾蚊一尺。咁我今日咧係會帶大家睇下呢一個盤最後一間嘅招標單位，佢係一個4房2套連埋工人套房嘅單位。咁佢嘅實用面積咧係去到1035尺㗎。咁而且呢一個屋苑咧係有會所設備供應，仲要係雙會所添啊！咁另外呢一個屋苑嘅管理費咧係大約4個6毫2左右。有興趣嘅觀眾咧就記得參觀影片啦。我哋咧依家就嚟到6座嘅57樓 A 單位，係一個4房雙套加埋工人套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1035尺。咁大門一入嚟咧，呢度有一個玄關位置。咁呢一個單位咧最高嘅樓底高度可以去到3.6米。咁一入嚟咧有一個長直型嘅客飯廳，先帶大家睇咗佢哋嘅廚房先。咁旁邊呢度咧有一組嘅置物櫃啦、雪櫃、蒸爐、焗爐，旁邊咧都有一啲嘅置物空間。雙星盤，配置咗有明火煮食爐、電磁爐。咁呢度咧都有一組嘅置物台。咁廚房對入咧就係工作套房。呢間工作套房咧都配置咗有冷氣機。咁我哋出返嚟客飯廳，咁配置有一個36尺嘅露台，飽覽晒成個城市景。望到前方深圳。咁先帶大家睇下第一間嘅套房。呢間套房連埋個浴室咧，個面積大約有95尺左右。咁廳房同向，採光度十足。呢個浴室咧配置咗個淋浴間嘅設計啦，咁鏡櫃咧都可以收納㗎。咁我哋沿住走廊過到嚟咧，先睇下第一個浴室，都係一個企缸嘅設計。咁呢度係睡房，面積約有50尺，
第二間睡房。再過嚟呢，就係主人套房啦。咁一入嚟呢，後方就係浴室。以淺色嘅雲石搭配，配備咗有浴缸啦，同埋淋浴間，同埋一個明廁嘅設計。而呢一個位置咧，可以打造成為一個衣帽間啦。跟住再過嚟咧，就係寢區嘅空間。居高臨下，飽覽一個好靚嘅城市景。今次呢個4房單位咧，介紹就嚟到呢度啦。咁佢擁有一個特高嘅樓底啦，同埋可以飽覽到成個元朗嘅城市景，而且景觀相當之開揚啊！咁呢一個單位咧係以招標形式發售㗎。有興趣了解更多嘅觀眾咧，就歡迎聯絡我啦。鍾意我今次呢條影片，記得俾個 like。有啲咩意見嘅話，喺頻道下邊留言話我聽啦。仲有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我哋下條影片見啦，拜拜。